卡拉卡萨卡拉啊。阿拉阿拉加嘎加嘎恰卡巴恰卡巴恰卡巴恰嘛恰嘛伢下大拉大拉他嘛他恰那擦 OK 不要急一步一步来怕嘛怕嘛阿妈扎拉擦哇早哇那哇下下啦不是下啦萨玛阿妈羊娃啊拉下拉娃夏娃萨恰哈恰阿拉OK 到这里啊第二个练习这个部分是只有30个字母配起来的一个组合的名词，现在是我们再加那个元音嘛，是不是？好，嘎叽叽咕卡小猪哭，我们从这边念啊，先蓝色的，然后从那边念啊，卡小猪哭卡小猪哭哭卡整个K呀一个一卡整个 K 一 K 那容我妈真是呢刚刚那前面那个好像是整波是你 K 不是你哭一 K 呀一个一卡整个 K 一 K K 念 K 一 K 卡整个 K 一 K 啊不是念你 K 整波嘛 K 不是 K 嘛不是你 K 这样子不是那你 K 一 K 呀一个一卡整个 K 一 K 啊一 K 卡整个 K 嘛卡整个一 K 但是你们都念比较快的时候，那你们就会一个就有声音，卡几个 K 的声音，有没有？一 K 卡几个 K 一 K 会比较快念的时候，但是你们这边是独自念的时候，呀几个一卡中个 K 一 K， 要发音要先字母的发音要标准的一 K 加几个 G 恰恰小猪
下十句出卡出卡，恰正不切切，恰正不切恰正不切切切切切，냐那罗牛牛，냐那罗牛哇牛哇牛哇，啊，大一股地。啊，大一股地下啊地下啊地下，哦，他正不贴，他正不贴，卡正不贴，贴，哦贴，他是就土，他是就土哇。土啊，那罗喏，哈那罗吼，那罗喏，拉什就噜，吼努噜，把一股比。把一股比拉那罗罗，撒一股西，比罗西，怕是就扑，下是就修，扑修，怕正不撇，哎，这个是旧的，怕正不撇大。撇大，马那罗摸，怕马那罗摸，怕摸，在一股鸡，在一股鸡，差十就出，差十就出，来一股里，出力，za正不这，啊正不za正不这，我那罗我，看那罗可。萨那罗索，我那罗我，可是我，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那个拼音呢是从后面先拼，有时候又前面先拼，现在是后面拼，然后到前面才拼那两个这样。不是啊，他刚才讲先念蓝色的。我们先念蓝色的，我知道。那再念白色那边的生词。那生词的时候。我在后面呢，不在前面呢，可以吗？谢谢。好，下一股西，下一股西，马一股米，西米，叽，西米，这两个可以吗？猫跟老鼠，三十就数，30就数，开始就库巴，数库巴，那罗我，妈，我妈，呀正不耶，正不耶，正不耶嘞。ra一股里，马那罗莫，里木，拉什就噜，拉什就噜，马，擦噜马，下正不歇。
西，下整部西，马，西马，西马。sa na ro so sa na ro so na wa so na wa ha ji gu ha ji gu ma la ya Himalaya a xếp chữ a xếp chữ ra xếp chữ ru sa xếp chữ su urusu 好，再换一个练习。像你们这边的名词你们不一定要马上全部都要记得叫什么，但是你们现在要抓住发音，都念起来，不一定要全部的生字能够，这个新的同学呢，不一定要全部生字能够记住，但是你们念的时候念准，那往后其他的，我们念经的时候也不见得全部都能懂，但是你念的时候发音准，人家就听得懂。不发音不准，你怎么背很多单字也跟别人跟我一样，我学一点英文的时候，我跟别人讲的时候，人家听不懂，因为我的发音不准呢。好，这个30个字母嘛，这个里面我们就有之前讲到了，就阳性阴性极阴实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里讲这些呢？上次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发音的规则是不是？对，发音的规则，然后是再接下来要讲那个上加字的时候对不对？好，你们有记得，不错。好，那这里是上加字ra有12个，对不对？ra有12个，所以这个12个念一下。这个12个你们下面的对，下面12个，现在这里是混在一起，不是排列，所以看爬不错。凑起来混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念的，能够看得懂，那就是你们30个字母熟练的不错好，这边嘎，rakata ga xếp chữ cu rakata xếp chữ cu ma kuma kha rakapta ga naro go rakapta ga naro go wa nga rangapta nga 对不起nga rangapta nga xếp chữ ngu rangapta nga xếp chữ ngu ma nguma cha rachapta ja tempo je rachapta ja tempo je anaro wo je wo nya ranyapta nya jigu ni ranyapta nya jigu ni ra ni ra ta ratata ta，
所以这个大跟上加字是它不会变音，你有上加字跟没上加字是不会变音。前面的比方说ra nham大，比方说它没有上加字的时候是娘嘛，那加上上加字的时候都变成了nha，对不对？所以声音不一样，变浊音。那现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变，一样大，ra da da da，ra da da da一个地。地，ra da da da一个地，卡什就哭，地哭。地哭，哦，他，这个变浊音嘛，对不对？本来是他，ra ta da da，ra ta da da那个do，ra ta da da那个do。ga ma sebju ma ra sebju ru to kamaru啊，这也变浊音了。na ra na da na ra na da na na ru no ra na da na na ru no pa na ru po no po。OK， 再念一次。no 不哦，爬，ra pa da ba， 这个变浊音嘛，对不对？啊，前面是爬，现在上加字就是变成了ba，对不对？ra pa da ba 整个 be，r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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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 do？ra pa da ba 整个 be，do be，do be，这个人名一个歌星，西藏很有名的一个歌星，他已经往生了，妈，这个要变浊音啊 ，ra ma da ma。ra ma da ma na ru mo，ra ma da ma na ru mo，a na ru wo mo wo。wa na ru wo，这个时候不要念爬，哇变成了哇。mo wo，哦 mo wo。炸，这没有什么声音一样，不会有什么作用。炸，ra da da za，ra da da za 整个 z，z，ra da da za 整个 z，ma na ru mo，字幕，OK， ra da da za。ra da da za 一个 z，ra da da za 一个 z，a na ru wo，z 好，然后上加。再回到那个上加字啦的下面可以加的字那一页，在前面对。就是有那个嘛，有第二个，尬跟架嘛，一个是炸，它应该是第二个架，第四个是炸。你说的是这边没有，课本上面没有。哪个？第5页，课本第5页，上加字啦的时候，他没有写到。没有写赞吗？对，没有。没有写这个赞吗？对。哦，这个是因为字ra da da za 是有这个字，确实，上加字ra后面可以加那个za。课本上没有，对，有啊，但你第9页有，第9页内文有。前面
有吗？可是第9页这样子的话，它就没有印那个价。对啊。上礼拜有说有漏掉吗？这吗？拉加的，对你讲的这个拉加的这。对啊，它就真的漏，就是第9页跟第5页的也对。对，那个加，拉加的加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那个加，我们字那个是班。它这边是那个炸，不是价，课本上只有炸，几个字？有炸，没有价，对，对啊，应该是这有比了一下，对。这个拉加的加，它应该要加这个，才是拉加的加。不加的话，这个字没有。对啊。这个字没有。对。它应该是换成那个大。不是炸在后面。叉吗？你说这个叉吗？这里没有叉，叉上面没有这个拉，前加那个上加字。对，这个，对，抱歉，少了一个这个，然后那个加没有，这个很好，这个我都没有发现这个加。对，很好，这个谢谢啊。所以那个加是换这个，对，这是不是拉怎么扎？就会讲这样写，拉怎么扎？所以那个加要换，对。对，第一个去掉就是。对，这个要改。好像下面那个也有啊，我看第2组的。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地方改啊，你们有改的，但我也会把那个影片这个后续再改那个，我也没有注意到那个加，抱歉。对，然后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很注意到，不错。对，表示有用过，你们都没发现吗？其他。我就照自己的经验，照抄了。对。又怕课本是错的。那个人会先对，有时候我想说奇怪到底哪一个。好，那我们就。这个在里面是不是也要念杂，对不对？要加杂。这个要加这个，把那个。要不要改价？什么改价？音调要不要改那个杂？这个本来是杂嘛。对啊。杂，对。那我说杂加了这个上加是辣的话，要不要变杂？要不要？不是杂，很杂。杂。要变杂嘛？对。变杂复杂。好，我可以练习，我们就看练习了。练习下面的。好，嘎，拉嘎达嘎，拉嘎达嘎等我给，拉嘎达嘎等我给，拉一个人给的，拉一个人。给的 ，OK， 给的，卡，拉卡达嘎，拉卡达嘎那罗果，拉卡达嘎那罗果，拉卡达嘎那罗果，果。OK。请问那个是香菇的样子是？为什么叫马什么？那个什么名？这是那种菇的名字。对，那个菇的名字。对。拉达啊。巴，
阿巴，哦，这多了一个阿巴，哎，然的部分已经念完了，对不对？哎，然还没念吗？那变我们现在在念的，现在在念了。啊，现在念了，然念完了，现在念了。然念完了，对不对？所以然念完之后，我们这个然有12个里面，我们有念一个然加大加，没有这个字，对不对？我们练习的时候没有这个嘛？没有，对不对？只是在那个就是这个写错而已。对练习上没有这个，对不对？对，OK， 拉加大加中国接，差，接差，接差。OK， cha， 拉差大加，拉差大加几个 G， G， 拉差大加几个 G， 哇，鸡哇，鸡哇，拉大大大，拉大大大中国地，地。拉大大大能不对，哇，对哇，对哇，他，拉他大大，拉他大大能不对，对，拉他大大能不对，哇，对哇，不是，对不起，开始就哭，你哭。地库，我们要看那边是念，抱歉，巴，拉达巴，拉巴达巴，拉巴达巴那罗波，波，拉巴达巴那罗波，拉人波雷，波雷，波雷，爬。拉跑大巴，拉跑大巴，拉跑大巴是不是不？不，拉跑大巴是不是不哇？不哇？不哇 ？OK， 不哇。拉阿达拉，拉阿达拉，恰恰。那恰，那讲1/5的话加什么？对，那这几 ，OK， 哈，拉哈达哈，拉哈达哈整波嘿，嘿，拉哈达哈整波嘿巴嘿巴，嘿巴 ，OK。鬼煞，就是现在变煞了，对不对？你就是第二个这个拿，对不对？拿，因为你上面的那个拿是要改成这个杂，成杂，对不对？那第二个它不是第一个有那个叫做加，它那个可以用就对了。那个可以用。哦，第二个这个拿可以用。可以用。那个有这个字。不用改的就对了。这个不用改。然后上加字煞的后面，上加字煞下面加这些机字，几个11个嘛，对不对？你们念一下有几个？嘎、扎、卡、塔、帕、啊、呀、那、嘛，好，11个。嘎，萨嘎达嘎，萨嘎达嘎整波给，给。呀几个一，萨嘎达嘎能波给，一给，哦，卡，萨卡达嘎，萨卡达嘎那罗果，果，萨卡达嘎那罗果，卡，果卡，果卡。
nga sangapta nga sangapta nga naro ngo ngo sangapta nga naro ngo 차십주 추 라나로 로 모출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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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냐 사냐다냐 사냐다냐 dembo니 니 사냐다냐 dembo니 마 니마 니마 오케이 니마 자 사자다 사자다 뭐지 제40岁的岁那个我们没有教过后加字，但是我因为这个名字上有后加字，所以就用了这个名词啊。40岁的岁沙扎大扎整不字岁字岁字 OK 大沙扎大大沙扎大大哪都多多沙扎大大哪都多嘎多嘎多嘎 OK 他沙扎大大沙扎大大整不的de pa s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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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 go de pa te pa te pa okay na sa na ta na sa na ta na dang go ne ne sa na ta na dang go ne ma na ro mo ne mo ne mo OK 爸萨巴达巴萨巴达巴那罗波波萨巴达巴那罗波巴那罗波波波波波爬萨巴达巴萨巴达巴是不是不不萨巴达巴是不是不卡是不是哭不哭不哭 OK 妈萨玛达妈萨玛达妈整个妹妹萨玛达妈整个妹娃妹娃妹娃 OK next 没有对不对OK 现在练习上个礼拜教的，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教了下加字嘛，对不对？我们就练习下加字的部分。好，亚大，下加字亚，对不对？亚大，亚大有本来是我们这边有课本里面有7个。再加一个哈雅的呀，就是8个。这为本身是那个哈雅的呀，是我们藏文里面是用不到的。那讲梵文的时候，一些梵文里面，在印度的这些语言里面讲，那个时候就会用得上，或甚至这些咒语时候呢，就会用得到，所以就加上去了。原本是藏文里面用得到这前面7个雅大，有那个雅大的那个下加字，雅大的是只有7个字，那么只有就是说，30个字母里面7个下面可以加，那汉呢是加上去的，就是我们是一般是讲咒语一些梵文的音译上面呢用得到，所以就写上。通常我们写藏文的时候，通常用不到那个词，好，那我们就雅大。你们可以念吗？这7个，先念7个，怎么念？
对，嘎呀的嘎，卡呀的卡，卡呀的卡，巴呀的加，帕呀的恰，爬呀的恰，马呀的nha，哈呀的下，对下。你们比我会念的，我也不会念。OK，next，我们就嘎，就是嘎后面加一个加的，就是嘎也的加，对吧？本身加。那我们就因为教过上加字，前面念了，对不对？有下加字，本来是这个是现在这个今天要教的，那我把这个上面已经加上去了，这个一起念的时候你们就会了嘛，对。有上加字，还有基字，然后有下加字，三个啊。嘎也的嘎，萨嘎达嘎，萨嘎达嘎也的嘎，萨嘎达嘎也的加那罗教，加那罗教，本身是加嘛，对不对？加上面加一个元音，不是教，萨嘎达嘎也的加那罗教，嘎也的加那罗教。嘎，萨嘎达嘎，到这里没有变嘛？嘎，然后萨嘎达嘎呀的加，萨嘎达嘎呀的加，加那罗教，对，萨嘎达嘎呀的加那罗教，完那罗我教我。完了我，教我，或者说教不也可以，办了的不，教不，这里是完了的我，对不对？你们也加一个，改一个办了的不，教不。请问一下，像这种有叠字了以后，这是叫叠字吗？对。就是那这种叠字以后，到底念的顺序是它的有个什么规则是怎么样念去抓住最后那一个？规则就是我这边先要嘎，对不对？基字，你先要念基字嘛，嘎，然后这样萨嘎达嘎，然后是下加字萨嘎达嘎呀的加，上加字、下加字，然后再元音。对，这样去念，萨嘎达嘎呀的加，加那罗教啊。那个上没有发音的嘛，就直接这样连着那个念，就没有发音的，对不对？萨嘎的萨。主要是发的是那个基字的音嘛。对呀。那你要一个一个逐字念的时候，有那个萨的有音啊，嘎萨嘎达嘎。有没有？嘎萨嘎达嘎，萨嘎达嘎呀的嘎，萨嘎达嘎呀的加那罗教，原本是加，要有个加一个那个元音，加那罗教，那就变它的总共的音是叫教，教我。叠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教的叠字，我们上个里面没有教，这是现在因为本身是有上加字有教过，下加字教过，所以这个叠起来就是这样。先念那个上加字，然后先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可以练习，我们这有好几个字，这样你们练习的时候，慢慢就会知道先念哪一个。然后再哪样啊？元音是最后。半哪的不？我说的是这个，半哪的不？教不？不是那个字，那个是完哪的我嘛？那个是半哪的不？教不？教不？卡，因为这个卡上面呢不能加上加字，没有，对不对？卡上面完全没有上加字嘛，
啊，卡呀的卡，卡呀的卡一股气，气本身是狗啊，那加一个母就是母狗了，卡呀的卡一股气，马哪的母，气母，母狗啊，因为本身 key 就是狗的意思，你们现在知道狗、猫、老鼠这个比较简单吧？啊，好，要跳蚤，对啊，洗面膜，洗面膜，对，洗面膜，对，可以，加一个膜的话就是母的意思，公呢？破，怕哪个破？怕哪个破？就是西藏我们一般的厕所的话，我们男女嘛，就是破膜啊，男的上面是怕哪破，那边就膜，就知道是男跟女厕啊，知道吗？这个卡呀的卡萨卡达嘎萨卡达嘎呀的嘎。萨卡达嘎呀的嘎是就萨卡达嘎呀的嘎是就嘎呀的嘎是就嘛，虚幻，这个是很多经典里面会讲到那个虚幻嘛啊，如梦啊，如虚幻啊，对不对？爸呀的家，爸，沙包的爸呀的家，沙包的爸呀的家一股气，啊，阿那罗我，鸡窝，哦。头顶中间的那个叫鸡窝，鸡窝，鸡窝，怕呀的恰，怕呀的恰，怕呀的恰是就处，怕呀的恰是就处吧，恰是就处吧。藏人穿的那个衣服叫秋巴，秋巴。男生的也好，他穿了嘛，有那个我们同学有穿，那个叫秋巴，啊，男生的也叫秋巴，统称。那个叫秋巴，你们就会记住。怕呀的掐。怕，萨宝的巴，这个时候变浊音了，巴，萨宝的巴呀的加，那因为这个单一的没有这个生词来凑的话，组不成一个名词，那我就用没有那个上加字的来，帕呀的恰，因为它这个要用的时候，要后加字的时候才可以用得上。它加后加字，那就它有意义，因为它单一的就没有这个生词来去拼。变成拔了，是不是？拔雅的。爬雅的掐，这个不是拔，这个是爬雅的掐，它怎么不贴？掐贴，又会念一个动物名字。鸡，恰爹，然后加一个母的话什么？恰爹母，就省略的话，恰木，那公鸡呢？对，恰婆，这样就对，恰婆，恰木 ，OK， 妈呀的娘，妈。萨玛达玛，
变浊音了啊！萨玛达玛雅的呀，呀，萨玛达玛雅的呀，呀小猪妞，妞，萨玛达玛雅的呀小猪妞，呀小猪妞，本身是呀嘛，对不对？它变加一个小猪元音的妞，妞，卡小猪哭，妞咕，妞咕，比，啊，妞咕就是 B 总称，OK， 那下家字拉大了，拉大的也是，本身我们只有14个，你们这个课本里面加上全部加的14个，但是实际上藏文里面用得到的是11个，其他后面的3个是藏文里面通常是几乎用不到，OK， 现在我们先念这个14个部分呢。嘎啦哒扎，嘎啦哒扎，卡啦哒嚓，卡啦哒嚓，哒啦哒扎，塔啦哒嚓，巴啦哒扎，帕啦哒嚓，帕啦哒嚓，马啦哒马，萨啦哒萨，哈啦哒沙，这是一个。后面的我说的后面的，塔了的叉，拿了的那，下了的下，这3个是藏文几乎用不到的，还是就梵文音译的时候用得到。那我下面的前面的字不一样，音都一样，你们嘎了的扎，扎，大了的扎，扎，巴了的扎，扎。3个字字写拼不一样，拼字不一样，但是音都一样，对不对？扎扎扎，对。卡了的叉，帕了的叉，叉，这2个音一样，字不一样。卡了的叉，叉，塔了的叉，叉，帕了的叉，叉，这3个音也是一样。字不一样，拼，好 ，next， 嘎了的扎，扎，嘎，萨嘎达嘎，萨嘎达嘎了的扎，扎，扎，嘎了的扎，拉那罗罗，扎罗，扎罗 ，OK， 卡。卡了的叉，叉，卡不是叉卡，卡了的叉，叉，卡了的叉那是错，错，卡了的叉那是错，错，哇，错哇，错哇，哦，称谓，错。卡了的叉，叉，卡，萨卡达嘎，嘎，萨卡达嘎了的扎，扎，扎那罗着，着，拍的掐，掐，萨卡达嘎了的扎那罗着，扎那罗着。掐住，掐住，羽毛，大了的扎，扎，大，萨达达大，萨达达大了的扎，扎，大有个地，地，萨达达大了的扎嘛，就扎的时候就变成了它的声音是扎。扎对不对？那后面加一个那个像元音 d， 好，大了的扎，压下去用。这个下面有个零吗？这个是嘛，它
它是麻的意思。那这个后它本身是也是后加字的一个麻，但这个念萨玛桑，萨玛桑，这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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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这个也是不是藏文的名称，是那个梵文的印度的一个名称了。那个圈圈要念三嘛，那个萨念三嘛。是那个圈圈是本身念麻的音，麻的音，啊麻。念麻是不是？所以他家我们平常里面用 om， 对不对？om 说不是有麻吗？对，这个是麻的意思。这个 om 上面一个麻，这个是麻 om， 这个本身是这个音麻呢，这个 om， 这个他了的茶，他了的茶一股气。他的茶一股气，哇，球啊，问题，球啊，俺了，球啊，月，这个你们没有有的意思，我有问题啊，举手嘛，举手，我有问题，俺了球月，对，你们往后上课的时候就有问题的时候，你们要用藏文来问啊。俺求语，俺语你们知道吗？我对不对？俺啦，求语，俺了求语。往后用这个词来问啊。有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用这个词的话，我就不。巴拉的扎，萨巴达巴拉的扎，萨巴达巴拉的扎那着着，扎那着着，巴那着波，着波，快乐的意思，着波，帕拉的叉，帕拉的叉是就处，帕拉的叉是就处，开始就哭，出库，小孩的意思，出库，男的女的都会讲出库，帕拉的叉。萨巴达巴，萨巴达巴拉的扎，萨巴达巴拉的扎是就猪，帕拉的才有个气，哇，球啊，一个球啊。写字 ，next， 马了的马，萨玛达马，萨玛达马了的马，马本身是收的意思，马它可以有意思，萨玛达马了的马整个咩。马整不咩哇，咩哇也可以讲咩哇，就是三毛当马整咩哇，鳄鱼，就是不好听的鱼嘛，英文我不晓得对不对啊？你们如果这个地方有纠正的话，都可以。好，萨了的萨。萨了的萨，安那了我，沙窝是染色，哈了的沙，
哈拉的沙吉古西，塔呀，西特呀，西特呀，西特呀，啊，西特呀就是核心，西特呀，啊，那这个也是西特呀是也是梵文里面的音，不是藏文不会这么讲，因为它只能它本身是我刚刚提到嘛，用梵文里面才用得到这个词汇，好。现在下家字那个拉嘛，对不对？嘎拉达拉，卡拉达拉，帕拉达拉，拉拉达拉，萨拉达拉，萨达达达，对 ，OK， 嘎拉达拉，嘎拉达拉那个罗，罗。嘎拉达拉，拉，嘎拉达拉那个罗，拉罗，拉罗，野蛮，啊，卡拉达拉，卡拉达拉那个罗，罗，哇，罗哇，罗哇，飞，啊，帕拉达拉，帕拉达拉是不是路？路，帕拉达拉是不是路？伢那个牛，路牛，路牛，买回啊，赎回，对不起，赎回。拉拉达拉，拉拉达拉那个罗，罗，哇。罗哇，罗哇 ，OK。萨拉达拉，萨拉达拉是不是路？路，开始就哭，路哭，路哭，哦。萨达达达，就这个念法不一样，对不对？前面都是啦啦啦啦啦。这里是萨达达达，达，哇，达哇，萨达达达，哇，达哇，达哇，月亮。OK， 我们就练习到这里了。今天到这，上个礼拜教的，对不对？上个礼拜教到这里嘛。对，单字是新的，单字是因为是上个礼拜学过的部分，今天我们把那个单字凑起来，又组成一个名词啊。主要是全部的单字你记不起来没关系呢，主要你们先要抓住会念，把发音要准。好，那先休息10分钟。
那我们本来这个是叠加字，其实叠加字的部分呢，我们今天练习里面已经有上过，对不对？这个叠加字啊，那刚刚已经念过叠加字的部分已经学，你们这课本是12页里面，12页是叠加字嘛？叠加字我们刚刚练习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以往后你们来上课的时候，晚上要吃饱才来上课啊。哦，没有气，我们一个小时都是练习，都要念，开口念啊。哦，对。如果所以晚上没有吃饭的话，那一定会念到饿啊，真的会。我也之前上的时候没有吃饭，就回家就非常饿，对，所以就赶快吃，6点的时候就吃。那这里有上加叠加字的部分呢，就是基字里面，比方说，如果是第一个12页里面，拉嘎达盖的加有一个嘛的，就是它前面是拉嘎达盖的加，第二个是拉嘎达加萨嘎达盖的加萨嘎达盖的加萨嘎达盖的加。萨巴达巴雅的加，然后什么萨巴达巴雅的加，接着拉玛达玛雅的nha，然后萨玛达玛雅的nha，所以有几个8个，对，8个。所以拉嘎达盖的加，对不对？拉嘎达盖的加，它叠的是刚刚讲到了上加字跟下加字，中间的是基字嘛，对不对？嘎，然后拉嘎达盖的加，加的有什么意思呢？加本身就是单的意思，加有单一，我们不是有单一吗？单一的时候，那个它本身加的，如果你们要知道。加的它单一有意思吗？它就是单一，如果有单一的意思来讲的话，它是它的意思就是单的意思，那单一对单数，加，拉嘎达盖的加，拉嘎达盖的加什么意思？它也有那个胡子是加，我们男生会这边胡子吗？这是加，你们会讲什么？这里也会讲加。那加嘛，就称的那个也是加。我们会称东西吗？称东西的那个。我们不是，我们称就是对称重的称，也会讲那个加，也加有这个意思，甚至有那个。钩就是捕鱼的那个渔网，以及抓动物的时候不是陷阱吗？那个网，这个网就是动物在山上的时候，它把那个埋在地里面，然后动物的脚会插到那个里面的话，那个也会讲加，现在意思不记得也没关系了，我只是说你们比较容易记得，所以把那意思也讲给你们听啊。加嘛，对，萨嘎达盖的加，有个加一个嘎的话叫加嘎，加嘎是一个鸟的名字喜鹊叫加嘎，这后面加一个嘎的话就加嘎，喜鹊。是学他声音吗？是学他的声音，所以把它叫做加嘎吗？这个他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为什么这样拼名啊？您的意思是为什么他叫加嘎，对不对？这个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叫做加嘎但是加嘎字藏文里面是喜鹊这位后面加一个嘎的话，加嘎。有些文化里面，它的某些动物的命名是它的，对叫声。对，因为藏文里面也有，就是命名的时候呢，有些是用理由来去命名，有些是完全没有理由就两种。这个藏文里面就会讲到脊柱，一个是脊柱，这个往后学就可以了一个叫做腿节，腿节是没有意思，它只是就是没有直接并名。像我们西藏会讲到婆嘛，婆，它是应该是腿节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就来并名。好，这个题外话了。然后是这个萨嘎达盖的呀，萨嘎达盖的呀的话，单音它没有没有什么，我是没有找到有意思。萨巴达拜的加，萨巴达拜的加，萨巴达拜的加，萨巴达拜的加。萨巴达巴雅的加，萨玛达玛雅的呀，这两个音应该一样，这是拉玛达玛雅的，对不起，这是拉玛达玛雅的呀，萨玛达玛雅的呀，所以。这个雅大的嘛，对不对？雅大的是可以加这些。那第二个是扎，对不对？加一个拉大，萨嘎达嘎拉的扎，萨嘎达嘎拉的扎，萨巴达巴拉的扎，萨巴达巴拉的扎。萨玛达玛拉的玛，OK， 这是如果是叠加字的话，只有这5个萨嘎达嘎拉的扎，萨嘎达嘎拉的扎，萨巴达巴拉的扎，萨巴达巴拉的扎，萨玛达玛拉的玛，只有这个嘎卡扎查玛，这5个可以有上加字萨，后加字下加字拉，对不对？5个，这5个可以有叠加那个上加字萨跟下加字那个雅大的部分。那声音这边所叙述的一样，这有加，比方说这个嘎的话，你没有加，什么都没有加是嘎的加嘛，对不对？然后你加了上加字，也是音没有变，萨嘎达嘎的加，这也是加。第二个萨嘎达嘎的加，也是声音没变，对不对？然后拉嘎的加，拉嘎达嘎的加，这3个声音没有变一样。嘎的加，萨嘎达嘎的加，拉嘎达嘎的加，这3个声音完全是一样。只是拼字的时候拼法不一样，对不对？有上加字。下面那个是拉大也是一样，有加跟没加音不会变。萨嘎达嘎达的扎，嘎达的扎，萨嘎达嘎达的扎。萨嘎达嘎达的扎。萨嘎达嘎达的扎，扎就是其实头发的，我们的头发就是扎，
然后是拜的这个的拜的家，也是它的，这三个其实是有这个音，同学有发觉到吗？这个是家，这个是恰，这个声音是，这个没有，因为是萨巴的拜的家，对啊，家，这不是恰，对不起。这个声音是恰，萨巴达拜的加是加，因为有派的恰，虽然有派的恰，但是派的恰上面不能加上加字啊，没有这种字，对不对？所以就有上加字的，然后可以加下加字亚大的，只有这几个字。上加字有下加字亚大的，就这5个字。那音念起来的时候，这3个也是一样，就像我们这边里面加拜的加萨巴达拜的加，这3个音完全是一样嘛。加拜亚的加萨巴达拜亚的加，这3个音完全是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课本里面就音一样的部分列出来了。而要巴拉的扎，巴拉的扎，然后是萨巴达巴拉的扎，这2个音也是一样，有上加字加跟不加的音是没有变。这边叙述的是，但是麻的话会，这个麻这里没有上加字的话，本身是妈妈，那有上加字的时候，那就妈，那都变成了妈呀的呀，萨玛达妈呀的呀，这2个音是一样，上加字不一样。呀也会变嘛，本身是呀，然后有上加字的时候呀，跟这个呀，这个呀，三呀的呀。对，这3个音一样，呀，这也是呀，音，这3个音是发音是完全是一样，下加字后变音的部分，那个的嘎，那个的嘎的嘎，本身是嘎，就如果是下加字变亚大的话。那变成了呀，萨嘎达嘎，萨嘎达嘎的呀，萨嘎达嘎的呀是 u， 对，萨巴达巴，萨巴达巴的呀，萨巴达巴拉的呀，萨巴达巴拉的呀，你们有看到吗？书里面的所以这个是有上加字下加字在机制上面加的时候呢，声音有变跟没变，现在。主要掌握的是有几个可以数据来讲是亚大的话8个，亚大的话是有5个机制上面可以这样去加。上加跟下加是好，我们刚刚那个练习里面有上加跟下加的嘛？我们在我们练习的那个部分，那个。忘记名字那个，因为我们刚刚念了一次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有时候那个我们的网络上面听的同学说，他们希望再念一次那个今天我们练习的部分，也是跟这个下加字上加字加的有叠的部分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因为完全是这个练习里面很多都是今天我们教的这个叠加字的部分嘛，
嘎，萨嘎达嘎，萨嘎达嘎的加，萨嘎达嘎的加那罗叫，叫，阿那罗叫我，叫我 ，OK next， 卡，卡呀的卡，卡呀的卡就会去。키 마나르모 키무 가 사가다 가야다 갸 사가다 가야다 갸십주 주 갸십주 주 사가다 가야다 갸십주 주 갸십주 주 마 주마 会比较长吗？这个啊，叠字的时候是对。爸，萨巴达爸，萨巴达爸呀的家，萨巴达爸呀的家有个记，记，阿那罗，记乌，记乌。帕呀的恰，帕呀的恰是不是处？处，巴，处巴，OK。帕，萨帕达巴，萨帕达巴呀的加，加。如果用这个字来拼的话，后加有个讲练习的意思，讲，一起讲，练习写字嘛，就是练习字，一个你们学过对不对？那加一个这个讲的话，一起讲，练习字。拍的恰，他怎么贴？恰贴。OK next 马萨马达马呀的냐萨马达马呀的냐 냐是就牛卡是就苦牛苦哦OK， 大的部分呢，嘎达嘎，萨嘎达嘎的扎，这个不会变嘛，有上加字也没有一样，萨嘎的扎，拉那罗，扎罗 ，OK， 扎罗，卡的叉，卡的叉那罗错。臭啊，或者生气的意思也可以这么说。卡，萨卡达嘎，嘎拉的扎，扎那罗着，萨卡达嘎拉的扎那罗着。好 ，OK， 萨卡达嘎，萨卡达嘎拉的扎，扎那罗着，拍的恰，扎那罗着，恰着，如果没有加哪路的话，扎本身就声音我们扎，声音就是扎，藏文里面声音的话就是扎，大，萨达达大，萨达达大，大了的，扎，
哒啦哒喳，哒几个 G， 哒啦哒喳，牙小就有，萨玛三，这有三，这有三。OK， next， 他了的茶，他了的茶一个 T， 哇，球啊，球啊，我有问题怎么说？对对对，没错，俺了球爷，俺了球爷，对。爸，萨巴达爸，萨巴达巴了的炸，炸那个做，巴那个波，做波，怕了的差，怕了的差些就出，卡些就苦。出库，哦，爬，萨帕达巴，巴拉达扎，扎些就住，爬拉达差一个 T， 哇，球啊，萨。不是马，萨玛达马，马了的马，整个，马整个没哇，哦，萨了的萨，阿那罗，沙窝，哦，哈了的沙，沙一个西，塔呀，西的呀。好，老大嘎啦达拉，嘎啦达拉那罗，嘎啦达拉那罗，拉罗 ，OK， 卡啦达拉，卡啦达拉那罗。哇，罗哇，爬拉达拉些就路，爬拉达拉些就路，伢那罗牛，路牛 ，OK， 拉拉达拉那罗拉拉达拉那罗哇，罗哇 ，OK， 萨这边有吗？刚刚同学说漏掉，我们前面有吗？对不对？啊，萨拉达拉些就路，萨拉达拉些就路，卡些就苦，路库 ，OK， 到这里是，还有一个什么？萨达达，哇，打哇，这个是同样是跟我们这个教的叠字的部分，我们这个练习里面已经有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算是也是
一起练习今天我们教的这个叠字的部分。我们这个进度可以吗？快还是慢？进度快吗？因为我们每个一堂课都在练习嘛，所以你们都可以每个礼拜都可以一堂课都可以练习练习，这样就不会忘记前面的部分不会一直停留在那边。是所以上加字跟下加字的部分是有没有掌握住？你们有问题吗？这不是就说这个叠加字、叠字的部分。我书上个礼拜是确实是可以用这个大，还有呀，还有一个是歪扣来的，这个是可以写在。对，确实是，因为刚刚同学讲到了，这个是忘记了，对不对？还有上一次人家可以讲说那个就是玩出那个三角形有没有？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在里面，结果后来有，那个是好像可以的。你不是说要查吗？查看是要写在里面还是写在外面？上一次他那个出来的时候是外面跟里面都有，现在就那个上。我们上次有个这个那个呀，对不对？呀的后面它是一定是写在外面，对不对呀？外面一定是在外面，它这样比较是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看嘛，这样还有一个大也是这边它已经本身有这样歪了，那这样大五是大，对不对？大五是大。五是呀五是呀还有一个哈，哈三角形对，那个他们都有歪嘛，其他都是因为它是就直接，所以它是横线的话就是在里面嘛，在这个里面，对不对？那现在这都是歪的，所以都在后面下面的。其他都刚刚讲，我们就那个下，比方说下，那它是横线，那是直线，那就是这样下五是下五是下，像盖也是盖也是线，高五是高，那就是高五是高，所以它就都在里面，对不对？在里面。而这三个呢是在后面。我刚才的问题是说尖角还是在前，那个尖的。对，还是朝左边。朝。直线的朝左边，斜线的朝右边。这个对，是上面朝上，朝下朝左，朝右都叫三角形。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左边，你说这个左边还是右边吗？还是你来？就是说，这个三角形是这样，还是这个尖角是朝左还是朝右的问题？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对，都可以。要是三角形就可以吗？三角形，因为你是往上，这个像这样，对不对？我个人就直接往上这样就被，这个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那样看那边的话，也是他直接这样弄的，没什么太大差异你就直接弄的话，不用往上的，你从这边直接拉过来，这样就也变成三角形。你压的吗？斜度我的斜那个非常
但是你们不要学我的，我是确实说实在，我是这个有头的那个字啊，我们这个是会长有头的字，对不对？我们是从小是没有学过这个字，有头我们学的是没有头尾的那个字啊，所以没有很注重去这个写字的这个部分有的，所以你们按照你们同学里面也有发这个写字的规则嘛，在影片有很多影片，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看那个影片。他们有些人是这个写字的方面非常有那个规则去教你们，就看影片里面他是怎么写。从小就不用写有头，那为什么要教我们有头？你们为什么不跟着你们学没有头？你们看的都是要经典嘛，对不对？要什么呀？经，你们看经典的都是这个字，几乎都是这个字。我们小时候也是特别没有教这个词，像我们的话，小时候特别没有去写字，但是看书的都也是这个字。这是我们一方面知道会念会读，然后写字就是会写没有头尾的这个部分，到头来就是两个都可以。反正经典里面就是有，就对。所以生活上比较多是生活上比较常用的都是母头字。不一定呢，这个是看区域。看区域来的，像其他康区或是安都那边的，也有的他们不会写没头尾的那个字，他们不会，很多人也不会写，他们只会写这个，所以就看区域哪个地方比较。那个有同学想要问那个喜吗？喜咪跟那个窝这是一样。喜屋。对，喜窝，这两个一样吗？喜咪跟喜屋，好像是看，应该是其他区域，其他的区域也会叫，搞不好又叫喜屋，我是不是很确定了？喜咪是我们拉萨人都会叫喜咪，但是字典里面你查一下，下几个西安的我喜屋会不会叫也是叫猫？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对不对？你们是安纳罗吗？你们字的念的是，然后是安纳罗吗？是这个吗？哪一个？这个植物。植物。哦。植物跟，对，植物和什么？先。查一下这个先，下种先嘛，先是这个字对不对？对。先这是跟牧人一样嘛，对不对？牧人两个，一个牧人。好像有问，对。这个。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一般牧羊人，然后从事线吗？他不是有，不是中间有萨先吗？没有这个字，他应该是逗了吗？下种线吗？先吗？先吗？他漏了中间那个的，这个有嘛？我们上次，对，对，先吗？一个是牧羊人嘛，一个是先吗？是他先吗？是讲是他专门管那个牛啊、羊啊，打理这个的人叫做先吗？刚刚那个叫先吗？喜蛙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个先吗？我说上面那个是什么？这个人家问，刚刚人家念的时候是，我听到的是朽，所以我确认是这个字吗？就然后不是，然后念出来的就是什么？你看，所以发音不准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他要的先吗？对不对？先吗？这个区
可以了吗？网络上同学问嘛，这个，刚刚那个字没有的，刚刚你只是听着把它写下来，所以没有那个字。写下来是。是咪？因为我刚刚这样的口音会，大家会有些地方会觉得说，首都的口音是比较，大家比较喜欢去学，其他地方的口音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在西藏会这样吗？不会，就是反正各自讲各自嘛，就是我们就是拉萨人觉得拉萨人的口音不错，康区的人觉得他们的口音不错，安多人觉得安多人的口音不错，对不对？就看地方，但是很多在三大寺的其他地区的人会讲拉萨的口音比较听起来比较好听，这是他们自己说的所以都听得懂吗？如果是你是从刚开始从安都过来的人的话，他听不懂拉萨的语言，他中间现在来很多都是用中文来去翻译，那我们也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因为安多的很多口音也是很重，康区的比较没那么重，安都地区的那个口音非常重，所以但是到了三大寺里面，我们三大寺的话。三个地方都有人在一起，所以就不会有这个困难，就慢慢就熟悉嘛，叠字的部分是可以的，对不对？可以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只有10分钟了，叠字的部分你们没有问题吧？问题很多。问题很多，多到不知道什么。你好，你们问题有问题就提出来，那只有10分钟，我们就不用教这个后加字的部分了。后加字，直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不会念，我们每次上课都是在1个小时都在念，你们还说不会念，哦呦，没关系了，我们是念，每个礼拜我们都是之前学过的，都一起复习，一起念。所以我也本身跟你们上课的时候讲过，我刚开始要注重发音，这个规则的部分你们慢慢会，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去注意到这个规则，所以你刚开始也发音都念得不准，然后是讲很多规则，那就会。我个人学的话会很多，这样学语言的时候就不太适应这个很多讲规则，所以先把那个发音念得准，这个比较注重比较重要。然后你发音念准了，那你慢慢你的累积单字嘛，那就是讲出来的是非常别人听得懂。我刚刚所讲的，你再怎么累积单字，别人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对不对？好。那个每念一个字，一定那个叠字一定要照顺序这样拼出来，然后再念它的全音。像这种念法是我们藏人小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自己本身是藏人，学这个语言的时候呢，差不多1个学期都是这样，先教了30个字母，然后慢慢这些上加字下加字。这些教完之后，就念的时候，一个字叠字，一个字拼出来，嘎萨嘎达嘎萨嘎达盖的加哪罗jo完哪罗哦哟，是不是这样？每次都上课会练习。可是念一整句的时候就不能。你这个能够练熟的话，往后在读文章的时候呢，很快。就直接念。很快，你这个没有练熟，那读文章的时候练字就慢。还要拼这样子。嗯。这样不会是到时候要念字的时候，就是
会啊，还是要从头看看啊想完就已经对对对，那你就看到你就一个的时候，你要从头这样一直想到最后。没有，你练熟了之后呢，你就不用这样从，你就直接会知道那是叫他叫什么？啊给，你都马上就会。可是那个太长的时候，拼到我看到拼到那个手头都打，这个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那是会的，就不会。对，慢慢熟悉了就不会了。哦，你们上这个几堂课之后，差不多接下来你们就会，我们接下来这个叠字教完嘛，那前加字后加字教了，前加字后加字不多，前加后加字10个，前加字5个，这也是你们只是30个字母里面抽出来的嘛，那后加字也是2个，这总共加起来的17个都是在30个字母里面，你们不需要30字母你们练熟的话，这些都是在30个字母里面选出来的，只是怎么去拼，怎么去念，就是抓住这一点。这个教完了，那你们就整个完整的藏文的一个词可以了，所以往后就直接可以去看。不是还要教文法吗？文法不用不用教，先连这个会练，先认。小孩子会说话的时候不用教文法嘛，他自然而然会说，所以你们是连这个没有先教文法，对，先教这些，然后慢慢来累积单字，慢慢讲，对，教一大堆文法，一句都不会讲，说学了2年的藏文，结果呢碰到藏人的时候，你一句都不会讲，只会讲这是的了而已，这样有点可惜。往后你们学到这里来学了之后呢，就是从初级学完了之后，到了中级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一定要会讲，这个是我们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啊，像我们往后就练习这个全部教完了，上加字前加字这边教完了，那个会读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一般的口语慢慢练起来。那对，然后在上课的时候要问问题，要用藏文来问，对不对？就是一个一个累积嘛，一句一句，到来上课你累积了几句，回去练，那这样去累积嘛，那刚刚讲到还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讲的那个有一个那个让嘎达，那个让嘎达跟雅达牙的那个字，它是有很多的意思，很多字都用那个字。我刚才有讲到什么单数字，然后还有并角。这个嘛，都是同一个字吗？对，同一个字，都是同一个。都一个同一个字。但是它有那么多，就是对，它有那么多的意思，对，是ra嘎达嘎呀的嘎，加一个嘛，就是也是假嘛，假嘛就是我们是假嘛康，就是1斤，这是假嘛，我们假嘛嘛，假嘛就是斤的意思。1斤2斤那个称的，对，那个也是假嘛，对，那个就是假嘛。那你刚刚我不讲麻，没有加麻嘛，只有加也是那个意思。啊？斤还是公他说1斤，假妈是称吧？是称还是斤啊？假妈。斤也是会这么讲，称也是加。斤但假是称，但是假妈的话是1斤2斤。假嘛的话，那个1斤2斤的那个斤。那个单位。啊。对。这1斤是斤还是公斤？1斤是。斤，假嘛斤。假嘛斤，但是通常我们斤的这个用1斤的时候不会讲斤，我们会讲扛，假嘛扛，扛啊扛，
康啊，这因为后加字没有教嘛，嗯，康啊康，亚么康，啊，那一二的时候有特殊的发音，不会讲二进的时候不会讲，也可以讲亚么你，但是会讲么陀，哦，陀，但英文也会有这种，对不对？一二三的时候也会用不同的发音来去说法，所以所以是那个单位，就是那个对那个单位，对，但是那个秤也会讲嘛，那个称的那个工具也会讲，嗯。好，叠字的部分是有困难吗？刚刚我们教的那个叠字的部分，就是叠加字的部分。你回去多练习这个叠字的部分。而且扛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扛啊扛啊扛，我们刚刚就是一亚麻扛。所以这个亚麻扛就是一斤了。一斤。哦。一斤。亚麻扛，所以就是加后面这个扛就对了。哦。哦。亚麻扛。然后就变成一斤这样子。对。应该叠加字有这边应该差不多了。那时间刚刚9点，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了，9点刚好。那你们有问题也可以在群组里面问，有问题的时候，关于这个语言上面的藏文的部分，你们有问题尽量在群组里面问，然后是也可以，如果同学回答不上的话，同学会那些班长会告知，我会上课的时候告知这些内容。就是你们在群组里面尽量不要谈其他的，就是有关那个语言上面的问题，这个你们可以探讨。这是我们建立群组的主要的那个目的啊。好，那谢谢，好。